家人們，誰能想到啊，44歲的 TVB 視后胡定欣，在新西蘭雪山腳下穿着白紗說出我願意的那一刻，全網都沉浸在祝福這場至到20年的婚禮的喜悅裡。可誰能料到，婚禮次日，一則匿名爆料就像貨炸彈，轟地一下引爆了熱搜。胡定欣婚宴中途離場，新郎鄭健華被捕如神秘女子在婚房偷情，被找現行後失蹤24小時。這場被媒體吹上天的年度最完美婚禮，咋就在24小時內從童話變成了鬧劇呢？閨蜜團是不是早就知道內情？新郎失聯背後又藏着灑現不得人的秘密，咋這就抽絲剝繭，好好牢牢這場婚變羅生門。2025年10月3號，新西蘭皇后鎮，那可是個美得冒泡的地方。胡定欣在社交平台發了婚紗照，船配文我們結婚了，落款時間明明白白的。照片裡，她穿着簡約緞面婚紗，跟外科醫生老公鄭健華在雪山腳下切蛋糕，周圍閨蜜團胡說八道繪的成雲們笑得那叫一個燦爛。這場面，任誰看了不得說一句太甜了。這場婚禮啊，從一開始就透着股完美的勁人。就說算子吧，胡定欣之前採訪裡可未少說希望婚禮在能看見星空的地方。新西蘭那準正自然的景色，可不就跟他那文藝氣質配一臉嘛？再說保密工作，那做得叫一個絕，連閨蜜胡杏兒都說直到公佈前半小時才收到通知，這得是多重視隱私啊。船有哪些細節？從婚房佈置到閨蜜團伴手禮，胡定欣全程參與設計。聽說他船親自去家族海味店體驗工作找靈感呢，這心思花得沒話說。可這光鮮亮麗的背後啊，其實早就有了裂痕。就說閨蜜團吧，婚禮那天，媒人林盛斌和其他 TVB 藝人一個個都跟沒事藝人似的，說不知情。胡杏兒更直接，說完全未收到邀請。這集體失語也太奇怪了吧！網友們都在猜，是不是閨蜜團早就知道新郎有問題啊？船友10月5號那天，胡定欣發文說朋友圈有納鬼，後來雖然澄清跟婚禮沒關係，但結合這次的事人，誰能不多想啊？再瞅瞅新郎陳健華，他是個外科醫生，跟胡定欣是在朋友聚會上認識的，戀愛才1年就閃婚了。胡定欣之前旋誇他有責任感，懂照顧人，可講梅靚是沒挖出他詳細的家庭背景，就知道年齡相仿，職業穩定。這在豪門婚姻裡，低調點也正常。可誰能想到，這低調竟然給這次風波埋下了隱患。揸來略略這是人的時間線。根據媒體梳理和匿名爆料，10月3號婚禮那天上午，胡定欣和陳健華在新西蘭完成了註冊儀式，閨蜜團都到場了。那場面船挺熱鬧的，可到了下午，草坪婚宴正進行着呢，胡定欣突然就離場了，傳言說他是接到緊急電話。晚上更奇怪了，新郎居然沒出現在婚宴後半場，胡定欣一個人回了酒店，眼眶紅紅的，一看就是哭過。深夜的時候，港媒收到匿名爆料，說鄭健華在婚房跟女子偷情，被胡定欣當場抓包。10月4號。這一天可真是讓人抽心。早上，胡定欣沒像往常一樣發婚禮後續動態 ，IP 地址船在新西蘭呢。中午，鄭健華手機關機，醫院說他清假未歸。傍晚，港媒拍到胡定欣獨自現身機場，臉色那叫一個憔悴。記者問他啥，他都不回應。深夜，網上還流傳出一段模糊視頻，裡面一男子跟女子在酒店走廊拉扯。聲音聽着船挺像陳健華的。到了10月5號，這事危越鬧越大了。上午，胡定欣在社交平台發文說需要時間處理，然後就關閉評論了。下午，鄭健華通過律師發聲明，說婚姻問題屬私人事務，拒絕回應謠言。晚上，胡杏兒出席活動被記者追問，他也就說了句希望他胡定欣好好休息。這是人啊！有幾個關鍵疑點，就說那匿名爆料，到現在也沒啥直接證據證明偷情是真的。可胡定欣突然離場，新郎又失聯，這咋能用巧合來解釋呢？船友閨蜜團，胡杏人說事前不知情，
可胡定欣之前說朋友圈有納鬼，這會不會暗示閨蜜團有人泄密啊？再說新郎，要是爆料是真的，他為啥要在婚禮當天冒險啊？是感情早就破裂了，船是另有隱情呢？再來看看胡定欣的情感史，那簡直就是一部催婚實錄啊！早年他跟浩康、馬國明這些男星都談過戀愛，可都沒烈果，最長的一段感情也就擁持了2年。到了2025年初，他在採訪裏還說單身8年，擔心孤獨終老。傳說婚姻是2個人的事，不需要太多外界因素。戀愛才1年就閃婚，船選擇低調處理，看得出來他對穩定關係有多渴望了。可這種渴望會不會讓他在挑伴侶的時候降低了標準呢？鄭健華那低調和穩定，會不會只是表面現象呢？雖說胡定欣一直強調婚姻不靠外界因素，可這場聯姻船是被貼上了豪門的標籤。鄭健華就是個外科醫生，收入穩定是穩定，可離豪門還差得遠呢。胡定欣自己身家過億，這婚前財產咋分割啊？要是爆料是真的，會不會有財產爭奪的動機呢？船有閨蜜團，像胡杏霓他們都結婚生子了，胡定欣會不會是因為同齡人壓力才加速了婚姻進程呢？這事人一爆發，網友們的態度那叫一個兩極分化。支持派說44歲能找到真愛不容易，希望善悔。支疑派就說了，婚禮保密成這樣，肯定有問題，早就覺得新郎配不上他。船有中立派，等官方回應，別消費女方傷痛。這種輿論分裂，對胡定欣來說簡直就是2次傷害啊！也反映出公眾對女星婚姻有多苛刻了。不管結婚船是離婚，他們好像永遠都做不對選擇。其實啊，明星婚禮變鬧劇這事人，之前也有不少例子。2024年，有個女星被捕婚禮當天發現新郎與前女友聯繫，最後婚宴都取消了。2023年，船有個男星在婚宴上被追討債務，新娘當場就黑臉了。這些事人跟胡定欣這次多像啊！婚禮本來是人生高光時刻，結果卻成了矛盾爆發的導火索。不過呢，胡定欣跟其他明星處理這事人的方式不太一樣。別的明星可能會選擇手撕渣男，可胡定欣到現在都沒正面回應，就通過工作室發了需要時間處理的聲明。他為啥這麼沉默呢？可能是想保護隱私吧，畢竟他是個資深藝人，知道輿論有多厲害。也可能是想留有餘地，要是爆料是假的，過度回應可能會激化矛盾。船友啊，他可能也是考慮到情感因素，畢竟曾經真心投入過，不想徹底撕破臉。胡定欣可是 TVB 最後一塊招牌啊，他的形象跟劇集收視率、廣告代言都緊密相關。這次事人要是處理不好，那可就麻煩大了。商業價值可能會下滑，品牌方可能會因為負面新聞撤換代言，事業也可能受阻。他正在拍的《跟郭梟雄之懸崖》，說不定會因為輿論壓力調整揮份，公眾信任度也會降低，觀眾可能會對他後面的作品產生抵觸情緒。到現在10月19號了，這是人船是羅生門狀態，胡定欣沒再發動態 ，IP 地址顯示他回香港了，估計是在閉關療傷呢。鄭健華發了律師聲明後也沒再露面，醫院說他休假中。閨蜜團像胡杏霓、李施嬅他們都取消了近期的公開活動，就怕被記者追問。媒體呢，港媒一直蹲守在胡定欣住處，內陸媒體則聚焦新郎身份調查。這事人接下來會咋發展呢？有幾種可能，要是爆料是誤傳，兩人可能會發聯合聲明，重歸於好。要是證據確鑿，胡定欣說不定會像周迅那樣快刀斬亂麻，趕緊結束這段婚姻。船有一種可能，就是像大多數明星那樣，慢慢淡化這事人，用新作品轉移公眾的注意力。胡定欣這場婚禮風波，表面上看是一場豪門狗血劇，其實啊，是好多普通人婚姻困境的縮影。我們都渴望完美的婚姻，可現實卻總是不完美。我們期待信任，可有時候卻會遭遇背叛。
我們希望得到祝福，可卻難免被評判。不管這是人最後咋收場，胡定欣不將就、不妥協的態度就挺值得敬佩的。44歲的他，早就不是那個會因為閨蜜白眼而黯自神傷的新人了。他能在風波中保持沉默和克制，不愧是視后啊！就像他在《城寨英雄》裏演的刁蘭說的：人生沒有重來，但每一步都算數。對於咱們這些吃瓜群眾嚟說，是不是該少點獵奇，多點尊重呢？婚姻是兩個人的事，人冷暖自知。咱們能給的最好祝福，就是願你被溫柔以待。